Jauh-jauh tu sa kajam zaman makai cinana sudivat. Sakatu sa kajam zaman orja supuin akai nuat semas imazai tua irimia sulatan. Imazai tua sepat tapuru katu itakayan imazai tua tapuru katu itakaran paju tapuru katu waro akaran. 耶利米书41章11节到18节。约翰南和跟从他的军官们听到以实玛利所犯的罪，就率领部下追击以实玛利，在基遍附近大水池边追上了他。以实玛利的俘虏们看见约翰南和跟从他的军官，非常欢喜，转身奔向他们。可是以实玛利和他的8个部下都逃脱，投奔亚门去了。约翰南和跟从他的军官们负责看顾从以实玛利手中抢救出来的人。这些人是以实玛利暗杀基大利后从米斯巴掳去的，其中有军人、妇女、儿童和太监。他们害怕巴比伦人，因为以实玛利暗杀了巴比伦王指派做当地总督的基大利。为了逃避巴比伦人，他们逃往埃及，途中他们停留在伯利恒附近的金罕埃丘开暖什么satu su asinan apurua kai imazai tuan tapuru katu kiro karan apaju tapuru katu sepaja karan。以实玛利的俘虏们看见约翰南和跟从他的军官，非常欢喜，转身奔向他们。耶利米书41章13节到14节。Tujuh teman-teman asini popatarwan 是英雄或狗熊，是英雄或狗熊。犹大官员约翰南是这段经文叙事的主要人物，他扮演的角色俨如英雄。当约翰南得知以实玛利残杀基大利总督等人后，就逃走，立刻带兵追击，一路到了基遍，从以实玛利手中救出被俘虏的难民。从被以实玛利俘虏之难民的视角来看，在这场追逐战中，约翰南宛入救赎中。当这群人被弑杀成性的复仇者俘虏后，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所走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着恐惧。他们担心自己是否也会惨遭毒手，是否会因为以实玛利一个不如意，他们就被杀害？他们会不会像留守在米斯巴的群众和前来献祭的朝圣者一样被杀害，然后尸体被丢弃到大坑中？也难怪他们担心，因为当这群经历恐惧的人看见约翰南率军前来救援时，个个露出晶亮的眼神，心想这下有救了。所有被掳的人都欢喜地转身奔向约翰南，民主救星终于出现了。然而，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呢？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宜克投下一颗原子弹，造成严重死伤。4月15日，日本天皇对全国进行广播，发表投降哨文，终结了第2次世界大战，也结束日本对台子民统治。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台湾民众欢喜若狂，整个社会兴起欢迎祖国的浪潮，到处可见民众挥旗呐喊，社会声甚至组成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并组织光复致敬团，前往中国南京向国民政府致意。当时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任警备总司令部的总司令。之后代表授将，宣布台湾光复，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欢迎国军。
但没有多久，台湾出现粮食危机和物质高涨问题，整个政府的运作失序，民心尽失，社会逐渐弥漫不安与不满情绪，及至1947年2月28日，因政府查缉私烟打伤民众，引发228事件，除了难以计数的人受难，更让台湾陷入长达近40年的戒严时期。历史真相经过还原后，人民才发现，昔日心目中的民主救星，竟是痛下格杀令的幕后黑手。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历史不过是永恒里的浮光掠影，那些隐藏在历史实况中不为人知的内在动机、私欲与罪行，在上帝面前是无法躲藏的。或许在当下，人们看见的是如英雄般的救星，但其骨子里却可能是破坏上帝计划的人。就像这段经文的主角约翰南，在那些被以实玛利俘虏的人们眼中宛如拯救者，然而当我们往后继续观察，他却是把这群残存的上帝子民带进埃及，远离上帝旨意，以致灭亡的罪魁祸首。所以约翰南到底是英雄或狗熊？是那样是英雄或狗熊。Satu tu asini pakini menemukan，当我遇到困境时，是越靠向上帝，还是离上帝越来越远？是那样，orutake galui kinumnam，那tinanagamado kinumnam ayakana pasamarao kainuri。主啊，你曾说，凡亲近你的，你必亲近他们。求你帮助我在面对试炼的时候，能够用更坚定的信心向你靠拢，并且要因你的救恩而欢喜喜乐。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Mali-mali tu soa kadam-daman na makaitin na misa serang sumupo kilaray to akay no atsaman. Lata pinaana lata pasusui sakana makaitin na kijajaran na paroro to atya kama atsamat. No kijajaran tina paroro to atya kama atsamat. Manay karo silabakatin to jisari hutayaw. Silabakatin to atya salingan akiparain to atya barong to atya kinunman. Saka mali-mali latina na suliba tutsua ta kini adavan taja pingan